即係今日咧，我哋點解特別有呢個項目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啦。咁我覺得早啲同大家去分享好啲嘅。好啦，其實咧先講一件事情先。大家記唔記得我哋講過咧？我哋青少年喺母堂借用呢個嘅教育樓嘅情況啊。其實我都講過好多次，千祈唔好有個誤會，覺得咧母堂好衰啊！你唔借地方幫佢用，唔係嘅，其實冇嘅。即係我一度都想提醒大家就係咧，冇嘢係應份㗎。即係其實佢幫你係幫你，即係就算佢有佢嘅限制，亦都係佢嘅限制，所有嘢都係感恩嘅啫。咁我上次講話，其實我哋應該祈禱嘅方向唔係應該係，正如阿建文牧師問啦，即係講開，就唔係用嗰個問題，我哋求上帝解答，而係求上帝俾我哋睇到一個新嘅可能性。呢個係嗰個登山祈禱嗰個嘅意義所在。咁我哋嘗試咧過程裡面咧就好感恩，話俾大家知道咧，就係我哋發散咗消息喺呢個北角區裏面揾地方。大家你知唔知而家情況係點樣咧？估唔到啊？估唔到係嘛？係冇一個地方借俾我哋，係啦，冇一個地方借俾我哋，連我哋咧十足把握嗰個地方咧，即係諗住緊就嚟執笠嘅教會，咁啊借俾我哋用，幫你沖起下啦。咁啊佢都話佢哋唔借俾教會嘅，係借俾機構嘅啫，咁講咁樣。咁啊我有理解嘅。即係你調轉你個教會入咗嚟，咁到時咪即係到時啲人就唔知返邊間教會㗎啦咁講咁啊喺好似乎全無出路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發覺咗一件事情就係、其實本來係限制，但係卻係咧反而成為咗一個新嘅契機。簡單嚟講咧，就係、促成咗我哋嚟緊會擴堂。促成咗擴堂個事情嘅本因係咩咧？就係咧我哋同即係母堂張牧師傾，究竟個事情點解決咧？咁講咁其實我都諗住死皮辣皮係咁啊死兩啊！咁咧阿周牧師嘅反應就覺得其實佢即係好理解緊我哋教會嘅情況，亦都知道我哋青少年各方面嘅發展都長足咁樣有進步，特別我哋嘅社區事工啦，我哋嘅青少年工作啦咁樣。其實佢覺得倒不如。我哋即係從另一個角度諗，就係會唔會藉住擴堂去考慮我哋成件事情？擴堂嘅意味即係我哋要搬出而家呢個地方，而去換一個更大嘅地方。呢個係一個我哋諗唔到嘅情況嘅契機，以為你所有嘢都冇出路，以為咧我哋最大嘅解決祈禱方案咧就係咧即係感動周牧師嘅心，然之後俾我哋繼續借用。但係咧聖靈做咗個工作係我哋估唔到嘅，聖靈讓我哋同阿周牧師同睇到一個新嘅可能性，就係我哋會唔會擴堂？而籌備自立，擴堂而籌備自立，於是引申一個好大嘅情景，就係佢解決咗我哋而家現存嘅空間同埋事工嘅限制，亦都讓我哋有機會咧進入一個嘅一個自立嘅思考，點樣更加穩固咁樣走前面嘅道路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喺呢個喜訊之下，我哋應該點樣去構思我哋基本有方向。我唔想咧大家有一個誤會同恐慌，死啦！教會擴堂咁，我係咪應該咧賣晒啲家當嚟支持咧？咁講啦，你咁做我唔反對啊，講明，即係你咁做我唔反對。不過呢個唔係教會嘅本意，呢個唔係恩浪堂嘅運作嘅方法。我首先去理解緊，同大家講下一般嘅教會嘅運作方法點咧？就係正常嚟講啦，好多教會嘅做法就係咧，我哋會定目標啦、定策略啦，然之後推廣各種嘅事工去做達標嘅。咁然之後維持事工之後咧，其實就需要係會眾係金錢啦、時間同埋精力上高大力咁樣支持。嗱，意味住如果喺呢種情況之下，堂會越大，需要嘅資源就會越多。嗱，咁啊似乎係好有效率。但係老實講咧，呢種我哋嘅稱之為一種嘅消耗嘅模式，因為咧有人覺得關心嘅弟兄姊妹咧，你就要組織探訪隊啦，然後邀請會眾加入去做。有想傳福音嘅需要嘅咩？你就建立佈道隊，要求大家咧就一齊去參加。其實用呢個邏輯，你諗緊，無論任何事工、青少年啊、兒童啊等等，你都會用呢個模式嘅。結果咧就係咧用類似嘅方式去動員弟兄姊妹。嗱，即係我唔贊成呢種講法嘅，我講我立場俾你聽，我唔贊成呢個思考嘅，因為咧其實弟兄姊妹平日已經好忙碌㗎啦，星期日仲要翻嚟打多一份教會工嘅話咧，其實即係幾辛苦，同埋我覺得未必係好事嚟嘅。當動力唔足嘅時候咧，普遍嘅做法嚟講係會點咧？就會用感情嘅呼召啦、使命嘅感動啦，甚至咧有少少嘅內疚感嚟推動嘅。長久以嚟咧，其實好多個肢體咧，你就會成為咗被動嘅參與者、消費者，甚至咧係成為一個被消耗者嘅角色㗎。嗱，之後你會慢慢感覺到好疲乏，
然之後咧將教會當成咗另一種沉重嘅負擔。嗱呢個咧我唔係去講其他教會啱唔啱，而係我覺得即係從多年嘅嘅分享同同道嘅理解嚟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死局嚟嘅。最後教會係會耗盡晒弟兄姊妹，然之後教會似乎好強健，但係其實係內虛。問題係如果咁呢個情況之下，恩樂堂點樣可以喺抗堂嘅情況之下，我哋又唔會重蹈呢種嘅覆轍咧咁講？於是喺當中裡面，我哋思考另一種嘅道路運作嘅方法。我哋叫即係共創，中文譯做共創啦咁講。我哋選擇咗一個唔同嘅道路。嗱，我想同你講，我哋個每年嘅事工開支其實我哋需要大概至80至100萬嘅每年，我哋未計人工。嗱，咁你其實你一聽到嘅時候，你明白我哋唔能夠單靠母堂嘅或者弟兄姊妹嘅自費奉獻，因為我哋本身即係如果你有睇我哋嘅即係財務表嘅話，你其實我哋多數會赤字嘅。喺呢種情況之下，其實外界基金裏面嚟講，亦都唔會直接支持純教會嘅開支嘅。即係你唔好諗住講恩樂堂好有意義，然後同個基金講話你不如嚟支持恩樂堂啦，多數係唔得嘅，因為佢哋冇人會支持教會嘅工作嘅。所以咧，其實嚟緊我哋仍然會係喺為咗生存嘅方法，我哋會將福音工作同我哋嘅社會服務嘅 project 去結合。呢個係我哋現實裡面必須走嘅模式，令到我哋可以突破咗喺當中裡面嗰個嘅即係財務嘅困擾啦。喺呢個模式裏面咧，弟兄姊妹咧就唔止係被動嘅參與者、消費者或者一個被消耗者，而係成為咧係主動思考嘅人，我哋稱之為共創者。我哋唔再只係被安排去服侍或者單向嘅付出，而係同微信嘅街坊一齊參與、一齊享受服務、一齊咧就得着益處啦，甚至互相得到回報。每一個都被視為上帝嘅資產，都有貢獻嘅空間，都有過程裏面被滋潤。嗱，講到呢個位，你大概唔知我講乜嘅，係啦，我估計你未必明嘅。我舉幾個例子你聽就係咁噶啦。係好似嚟緊，我哋而家做緊一隊義工隊，衣食無憂咁樣講。其實義工參與服侍，佢唔一定係未信主，可以係信主嘅。你可以係成為我哋換取食物券啦，而有技能嘅弟兄姊妹啦、街坊啦，可以喺呢個技能平台裏面擔任導師啦。佢哋主動分享自己嘅專長啦，好似有人去煮嘢食啦，教佢哋做手工藝啦、理財啦咁樣，化妝我哋都做緊嘅。嗱，呢啲參與咧，其實唔止幫街坊，亦都讓到義工得到一啲嘅回報同埋成長。嗱，呢個意味頭先我所講就係每一個人你唔係去被消耗去服侍其他人，每一個人就係參與裏面，你同時獲取回報，亦都喺其他人身上你貢獻緊。呢個我哋一個共創嘅模式。喺過去嘅半年裏面咧，有一位嘅在職嘅青年人咧，其實佢主動提出查經。嗱，其實我哋教會曾經做過主日學嘅，但係發覺咧係好麻煩，因為星期日裏面咧，大部分青少年起唔到身嘅，你唔好太過對佢寄予厚望。佢再純品都好啦，叫佢9點幾鐘定期翻嚟主日學咧，其實你真係即係叫佢俾錢可能好啲啊，俾錢叫佢唔好翻。叫對我哋好多婦女嚟講，其實你要照顧家庭，其實你有興趣你都做唔到嘅，你只能夠參與平日。但係有青年人在職嘅青年人，佢哋好想查經，亦都喺過去1年裏面有青年人主動想學基督教倫理。嗱，呢啲都係佢哋主動提出嘅，主動覺得係佢哋想要，然之後發起問教會可唔可以幫佢。咁我同佢哋一齊查經同埋教基督教倫理，唔係我哋逼佢安排嘅。嗱，不過當然唔係每一次都成功，亦都有人嘗試可能喺中途嘅失敗退出。不過我話俾你知，結果去到維持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嘅。個起點唔係教會要你參加，而係佢覺得我需要，我想學習，於是教會就派人去組織幫佢哋教導。我哋嘅承諾就係你只要有人你係想嘅，我哋就一定會幫你去做呢個教導工作啦。嗱，我哋相信咧，重要嘅唔係先去拒絕聆聽去睇見，而係我哋願意敞開啦，陪伴，讓人主動去思考自己嘅需要同埋貢獻嘅時候，生命先至開始去做轉變。你個問題應該係問緊，我係咪要參與好多唔同嘅事工先至配合咧？係咪有咩都唔參加，淨係出席崇拜得唔得咧？如果有人需要關心我，點會做咧？呢啲問題好真實，我完全理解。記住，恩樂堂嘅諗法唔係要增加大家嘅負擔，而係俾大家更大嘅彈性同埋空間。我哋唔會要求每個人乜嘢都參加，但都相信每一位肢體喺裏面，基督嘅身體裏面，你會有責任同埋主動性。
呢個先至係聖經所講嘅信徒皆祭司嘅教導。呢個唔係將侍奉全部推俾專業嘅領袖，或者走向冇領袖嘅混亂，而係邀請每一位嘅信徒都能夠直接親近神，用自己嘅恩賜喺日常生活裏面參與建造教會同埋服侍其他人。牧者同領袖嘅角色係裝備、陪伴眾聖徒履行呢個祭司嘅職務，而唔係代替大家嘅侍奉。你完全係可以咧先參加咗先出席崇拜同埋團契開始，喺呢度得住餵養同埋團契生活。當你開始準備好嘅時候咧，你先走出第一步。例如話俾你嘅牧者同埋小組領袖知道你嘅時間、興趣定恩賜，一齊諗下究竟適合嘅參與方式，教會陪伴你同埋協助你嘅發展。舉例嚟講，如果你有即係好多煮食手工嘅技能你其實可以主動表達想試下去參與頭先我哋講緊嗰啲衣食無憂以至係技能平台等等嘅。你想參與幾多次咪按你嘅時間去做咯。又或許如果你時間比較多啲，退咗休，時間係鬆動，你想關心人嘅，你其實可以同小組分享，教會可以提供簡單嘅培訓訓練即係陪伴訓練甚至可以配對，等你好自然嘅咁樣去打一啲嘅電話，甚至去送上問候。或許你對同露宿者接觸好有感動，你可以同露宿者一齊食飯就好似我哋有啲嘅神學生，佢哋喺佢哋嘅課餘之餘，佢哋一齊去同佢哋同啲露宿者一齊食飯玩我哋叫做桌遊。教會會繼續陪伴同守望你。如果你而家仍然只係想專注得到餵養，都冇問題。你嘅出席同埋祈禱本身就係最重要嘅貢獻。就算你被動嘅喺主裏面不作一事，亦都係一種主動嘅信任。即使你今日咩都唔做，淨係坐喺度被愛，就已經係服侍嘅動力。請你記住，呢度容許會有唔做工嘅位置，甚至我鼓勵你喺某啲嘅堂會嘅時間裏面，單純嘅享受被服侍。重點唔係做幾多，而係每個人都按照自己所能，主動嘅思考同埋貢獻一啲啲，同時讓到教會成為幫助你成長嘅平台，咁樣先至能夠讓大家覺得呢個地方唔係被消耗，而係大家喺互惠裏面去得益，亦都喺主裏面一同被建立。好喺呢個部分裏面咧，我亦都想去再解答一個嘅問題，就係咁。如果假設我哋即係喺個情況會係即係個地方擴大咗，亦都發展咗頭先我哋所講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咧咁樣？我要講一次，我哋唔需要追求咧越大越好。我哋嘅聚會唔需要咧100人、200人、300人咧為之去界定係好，而係我哋希望用緊係方便人、時間同埋地方。當我哋聚會到一定人數咧，就自然就會開小組。到合適嘅時候咧，就會成為新嘅崇拜點。所以你即係意味住，其實我哋活用我哋嘅新地方每一段嘅時間聚人，亦都即係去相聚一批人嘅時候，當佢相聚到嘅時候，就自然成為一個新嘅小組。當佢聚得多而慢慢係喺教會裏面落到腳嘅時候，會成為一個新嘅崇拜。呢個係分散又再聚合嘅過程，就好似種子一樣撒喺社區裏面生根發芽。新擴堂嘅空間亦都會幫助我哋更有彈性去實踐呢一種嘅諗法，讓更加多人咧係從主動變為被動，從被動變為主動嘅參與。呢個即係頭先嗰個嘅講法啦。喺當中裏面咧，主耶穌呼召我哋嘅唔係做被消耗者，而係做僕人。保羅講教會係基督身體，每個肢體都有功用。恩樂堂咧係盼望會出呢一種共創同埋互惠嘅生命。喺限制中，我哋睇見到上帝嘅道路，喺被動裏面轉為主動，喺消耗轉為建造。好，弟兄姊妹，最後結語嘅部分，呢次嘅擴堂係上帝嘅恩典，亦都係我哋繼續喺共創嘅路上成長嘅機會。無論你係新朋友定係一啲嘅老會友，無論你而家即係出席崇拜，定係已經準備多走一步，都歡迎你按住自己嘅節奏參與。讓我哋一齊啦，喺被消耗轉化為被主動思考，喺北角、喺東區、喺每個人嘅生命裏面活出冇被棄置嘅福音。感謝主使用我哋，亦都感謝母堂嘅支持。講到呢個位一定要補充一句母堂冇話過而家支持我哋
母堂係要求我哋係要寫建議書㗎嚇，即係你唔好諗住，掂咯，出面有樓咯，唔係啊，係母堂係容許我哋開啓呢種擴堂嘅探索，然之後我哋一齊去列出我哋嘅需要發展嘅可能性，然之後我哋寫建議書由母堂再去做批核嘅咋。願上帝咧繼續引領恩樂堂走喺呢條既感恩亦都共創嘅道路，讓我哋一齊咧祈求上帝啦，使用呢次擴堂幫助更多人喺主動轉為被動，喺恩樂堂活出基督嘅身體。亦都呢時候咧邀請弟兄姊妹一同喺個位裏面為擴堂嘅事情祈禱。即係天父上帝，我哋覺得即係上帝你真係好特別。我哋祈禱諗住係解決我哋青少年嘅場地不敷嘅問題，但係上帝轉化我哋。就好似轉化彼得等人一樣，我哋見到新嘅圖畫出現，見到新嘅光景出現。聖靈開啓，讓我哋見到一個唔一樣嘅圖畫，你讓我哋唔再次去諗緊我哋面前嘅問題，而係見到上帝廣闊嘅禾場，見到一個新嘅可能性。讓每一個弟兄姊妹喺呢個教會裏面，佢哋都有份去參與，有份去創造。主啊，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讓每一個弟兄姊妹享受自己生命嘅季節，讓佢哋喺新嘅發展裏面，每個人都揾到自己嘅角色，每個人都能夠可以喺當中裏面可以休息，可以喺當中裏面將佢嘅思考創意去貢獻。求主保守幫助，賜你智慧俾領袖，讓我哋能夠喺當中裏面尋覓到合適嘅地方，亦賜領智慧俾領袖，讓我哋能夠寫緊一份即係合宜嘅建議書，使到母堂知道我哋教會嘅發展嘅諗法，使到我哋能夠喺當中裏面共同嘅喺呢個地方裏面開展更多不一樣嘅可能性。求主親自帶領幫助，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